什么心态？还好好的呀。大爷，对呀，放下，别动了。叫救护车。哦，好。急救中心吗？是这里是宝安机场，国际到达出口。有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大爷突然倒地，没看到家属，不能动。其他症状，患者意识模糊，吐词不清，伴有喷射状骨头，两侧身体麻痹，有突发性视感障碍，怀疑是出血性脑肿，你们尽快。你是医生吗？你有纸吗？有。来，帮我扶着，一直保持这个姿势，不然呕吐物会堵塞气管。麻烦让一下，让开一点。出血性脑肿宝，赶快送医院。有专业光环的人，真好看。先让我休息，别给我赔。急救中心有个脑中风要送来，人手不够。机场送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马上来。要迟到了。